今一开始，咱来关心昨昏伫苏花路龙大高线新澳磅空往北发生严重的车祸，这是因为沙石车司机细心无打动，连续弄到头前16台车，造成一个人死亡，11个人轻重伤。行车记录器翕录到的时阵，车向前冲，三个头前的车拢变形，弄做一团，有人卡伫车内，还佫有重机驾驶加入车底，警消赶紧去抢救。有人压在底下，快来帮忙！车祸发生伫24下晡1点53分，苏花路人台九线118公里的所在，新澳磅空上北线57年出的山石车驾驶向警方表示，看到头前踢车未负打动啊，不过要经过驾驶咧讲，迄时阵磅空内底有需要让救护车行，车流自发分作两道，都听到后边传来隆的声音。一个卡伫车内姓张的查甫人被救出的时阵无喘气心跳，送医抢救不治，另外有11人轻重伤。11位里面有1位重伤，2位中伤，有8位是轻伤。那轻伤的有些经过治疗以后已经出院了，其他都还在医院中积极治疗之中。这连串车祸包含5台大车、10台自小客车、甲1台重机。既然监理站说明，这摆事故车辆并无违规无纪律案件，调 GPS 速度记录，肇事车辆伫磅空内底，驶速度拢伫40公里以下。相关事情已经由警方考虑分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